再来看，针对美国军火商雷神公司报关军售的计绍，国防部长郭立雄今仔去立法院报告，嘛强调讲，虚报计绍的部分，因为咱是甲美国政府签约，所以咱嘛来要求美国方面，佮爱甲虚报的金额拢承认。 美国军火商雷神涉嫌塔关军售计绍的案件持续咧拖，国防部长郭立雄初次去立法院报告，强调美国会负所有责任，会要求美国政府把所有款项全部拢还回来。不过外界质疑讲，其中包括远途已经雷达3个阶段维修的费用，都要377亿，去用批评讲，强要会当搁买一个全新的已经雷达。装备是我们所有的嘛，那个所获得的这一个情资也是为我们所用。 那所以相关的这些维持的部分呢，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。军售是我们跟美国政府之间的权益，美方都要负一个完全的责任。 军售的争议唔乃只一层，有风声讲2020年爱国者3型飞弹重新检测案，金额差不多是182亿。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家己甲美国签约，空军司令甲国防部长事先拢唔知影。郭立雄证实，迄当阵并无报去甲国防部，后来听书完整了后，嘛有报去甲立法院审查通过预算。因来美国积极打造飞航供应链，不过驻安成熟度模型验证 （CMMC） 加做美国国防部采购案强制性的要求，认证这个费用可能会成做台湾厂商一个真大的负担。 美国授权某一家，或者是美国授权某一家认证公司来做认证，或者美国自己在这里成立一家认证公司，所需要的这个费用就可以比较大幅的降低。那也立委质疑讲，台美除了供应链的合作，更较重要的是部分的军购，台湾已经纳钱，不过货一直也未到位。亲像大家真关注的新买的66架 F-16V， 郭立雄强调讲，会按期程2026年会当全部交货。 第4季可以交吗？我们到现在连一架都还没有看到。F-16的这个交运可以符合在2026年的年底以前全数交运完毕。那首架的飞机，我想我们希望在今年第4季能够看到。 增加空防的战力，后一代先进战机 ADF 嘛是重点。传出未采取家己制造甲研发，会向美国争取采购。郭立雄回应讲，自主研发若成熟，加上若有甲人买装备的可能性，家己制造后一代战机就会继续落去。目前要是行家己制造甲人买这2个路线来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